呢個話積分到期，嗰個話我未交水費，呢個又話要幫我自動續保。釣魚攻擊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騙徒會因應最熱門嘅話題，準備唔同類型嘅釣魚信息同電郵。一般嚟講，釣魚短信多數以個人為目標，而釣魚電郵就以公司為目標。騙徒以漁翁撒網嘅方式發放偽裝成不同行業，例如超級市場、電信商、保險公司，甚至政府機構發出嘅短信或者電郵，並以各種理由誘使收信人點擊短信嘅連結，進入假網站，留低個人及銀行資料。盜取資料之後，再喺其他電子裝置登入受害人嘅銀行賬戶，轉賬或者購買奢侈品圖利。為咗協助市民識別短信發送人嘅身份，短信發送人登記制度已經喺2023年12月28日開始實施。當市民喺香港收到短信嘅時候，就可以由短信發送人開頭嘅井號去輕易識別所收嘅短信係咪嚟自已獲認證嘅發送人。市民亦都可以利用警方嘅防騙視伏 App 去評估風險㗎。互聯網註冊有限公司同警方合作，連續2年舉辦咗釣魚電郵嘅演習，參與嘅機構咧同埋員工會不時咧收到一啲仿真度好高嘅詐騙電郵嘅模擬嘅電郵啦，睇下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嘅。喺演習結束之後咧，每個機構咧收到一份好詳細嘅報告啦，了解下員工咧遇到呢啲可疑電郵嘅時候嘅表現或者一啲嘅警覺性係點樣嘅。呢啲嘅數據亦都幫咗佢哋喺日後安排啲培訓，去提升員工嘅網絡安全嘅意識。